貴為 high-end 音響領域嘅頂尖數碼器材製造商，英國 DCS 所走嘅產品路線呢，一直以嚟都係以分體式設計為主嘅。今次波仔想為大家介紹嘅最新旗艦級出品阿雷茲 Vervace 就係屬於運用新思維研發出嚟嘅6件頭傑作。所有機箱清一色採用航鐵級鋁磚挖空製造，表面分別經過噴砂同埋銀色陽極處理，營造出一種簡約優雅嘅視覺觀感。首先介紹嘅機箱呢，就係設有大型 LED 顯示屏幕嘅 User Interface。除咗為用戶提供所有操作資訊之外，配合專用嘅圓形遙控器同埋度身訂製嘅 Mosaic Artist App 一齊用，簡化操作。近呢10年間，高清串流已經全面入主唔同範疇嘅音響市場。不過 Vervace 仍然提供可以解讀單層 SACD 同埋普通 CD 嘅雷射機芯。配合 DCS 工程團隊度身訂製嘅線性供電配套同埋精心改良嘅操作引體，全面加強工作穩定性。Vervace 另一項突破性技術就係解碼環節採用咗單聲道設計，嶄新研發嘅 Defensor Ring Deck 全平衡叉動數無切換技術，正相同埋負相各自由48組電流元所組成。機背嘅模擬輸出端將會提供 RCA 同埋 XLR 端子，仲提供咗4種唔同嘅輸出電壓可供選擇，務求全面發揮 Vervace 單聲道解碼系統嘅卓越優勢。DCS 工程團隊響開發 MasterClock 主時鐘機箱嗰陣呢，就加入咗獨門研發嘅嶄新 TopMix 時鐘同步技術，確保左右聲道解碼器能夠達到完全同步，徹底杜絕上軌噪音同埋時機失真嘅出現機會。Vervace 嘅數碼處理核心主要集中喺呢件高度達25cm 嘅 Cora 機箱入邊，所有 PCM 信號咧將會預先進行超取樣處理，配合 DCS 自家編寫嘅數碼濾波，仲有唔同工作頻寬嘅 Mapper 影射器。至於 Vervace 亦都係第一部提供8倍 DSD 聲頻處理嘅 DCS 產品。佢嘅機背除咗提供 USB-A 型同埋液態網插座，仲有8組針對 Vervace 其他成員而設，分別用作傳送數碼信號、2種 TopMix 時鐘信號同埋操作指令嘅 Actus 傳輸界面。用家亦都可以額外加配 I/O Module 接駁界面，接駁手上其他嘅數碼器材。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 DCS Vervace 6件頭組合嘅非凡魅力，歡迎致電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